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新北市万里区今仔早起有一台载更调的沙石车甲国共客运相撞哦，两台车的车头拢弄甲密密麻麻，驾驶甲乘客计共是有15个人受伤送病院，其中有一个乘客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个沙石车失控，车冲到对向的车道去弄到国共客运。也毋过详细车祸的原因爱个厘清。消防人员用各种机具要甲调伫咧车内的沙石车司机救出来。伫新北市万里区的庄仔厂公车站头前，23早起7点50分左右发生一件车祸，有一台载着更调的沙石车，敢若是车司机控制，驶到对向的车道，甲一台国共客运去撞到。两台车的车头拢弄甲密密麻麻。车祸发生迄当阵，拄好万里派出所的警察赛车经过，就是落车到3共救人。开启里面的那个安全门，然后从车厢的车斗陆续的救出我就在车斗外面把他们一个一个先接出来。我们初步调查这台大货车是在下坡路段疑似失控，那偏离了它原本的车道，驶向对向车道，然后撞上迎面而来的公车。新北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启动大量伤患后送机制。初步了解，这台国共客运包括驾驶有41个人，除了27个人无大碍，已经家己离开，其他包括沙石车司机、国共客运驾驶甲乘客14个人送病院。其中一位30几岁男性无喘气心跳，送去病也是救袂来。一位病患到院已经欧卡，就是说没有呼吸弦跳，然后瞳孔放大。那经过我们急诊团队急救30分以上，人宣告不治，非常的惋惜。这台国共客运的驾驶以前并无违规记录。国共客运讲，公司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到3共协助死伤的乘客。如果后面是刹车的问题，保险公司也会协助我们跟他们求偿。警方讲，沙石车是毋是有违规车载，也有详细车祸的原因，也会调查。也希望民众若是有经过看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会当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协助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消防局19接到报案，讲有2队爬山队计共10来个人伫中央山脉8里段要落山的时，经过台中市和平区的渔务溪因为溪水中起无法度落山，通知消防队来救因。昨消防员评估溪水较细路，油蛇赶紧调伫山区4天的10来个民众救出来了。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于114年7月19日。上午6时26分接获民众报案，俄溪营地有16人登山团队受困。22日上午水流趋缓，搜救人员立即以双组成架设横渡系统，并测试安全性后，于上午10时52分顺利将受困16名民众依序救出。消防员有说互调伫山区已经4天的民众，一个渡过重起搁正串流的溪水，总算会当落山路。台中市消防局伫19接到报案，出动2台消防车，8个消防人员去救人这10来个民众年岁拢较大，因为山顶落几啊日的雨，渔务溪重起无法度落山，因有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来等待救援。消防队第20跟21拢因为溪水搁正大正串流，无法度来抢救，是先送物资。昨溪水较细，就赶紧来救蛇把因救出来，马上因行到登山口。再来看今年第7号风台环苏哥伫今仔早起8点形成了，伊个会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拜4甲拜5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北部嘛会落大雨，中南部过昼嘛会落雷公雨。气象专家嘛提醒讲，目前伫低压带可能阁有风台会形成，当中有可能有3个风台。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已经伫拜3早起8点形成做，今年第7号风台环苏哥，有果会继续向琉球南方海面行。伫伊继续向西刷动的过程中，受限环境条件，拜5半暝到拜6可能都会减弱会。热带性低气压进入到中国甲马祖一带，拜4拜5这2日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在25号的晚间会来到台湾北方的海面跟东海南部的近海这个地方，因此到时候在24到25的时候，大概比较偏北风或西北风的情形，北台湾下雨情况，基隆北海岸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也会比较大，会发生在中南部地区，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天气上面的变化。
目前西太平洋当处伫季风低压活动期，一旦条件适合，就可能真经发展做风台。气象专家贾新香表示，未来一礼拜的天气系统主角就是活动的季风低压区，除了环苏谷之外，热动扰动 99W 甲热动扰动 98W 拢无排除有机会增强为风台，不过对台湾影响较小，可能出现三台当灾。至少在3天左右可能会有3个台风在热带洋面存在的一个状况发生，并不算罕见。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的话，就是先关注这个第7号台风它的移动跟趋势，我想是比较关键的。气象署提醒，除了最近几日爱注意当天发生23这日起拄到天文大楼，台南、高雄、新北、基隆、宜兰，在保留期间，沿海第7街的地区爱注意海水倒灌造成的积淹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7月2日大罢免投票，阁剩3日尔。今仔早起，伫台北小巨蛋附近的敦化南京路口，台北市长蒋万安甲议长各议员是陪国民党立委王宏美甲徐卡心扫街拜票。离无到600公尺所在，民进党的立委甲罢团嘛拜托选民到同意罢免咯。罢团嘛质疑讲，有的防罢免的立委嫌电视说明会拢无出席，根本就是唔敢直接来面对选民。726风雨无阻，踊跃投下不同意罢免。过72点钟就是726罢免投票，国民党代表市议会党团和市长蒋万安做伙徛路口帮立委催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同款动员出来支持罢免团体，双方离大约600米，互相在化休。当然还是有一些市政的行程，但大部分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都完全配合我们立委的时间，照规定来请假。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台湾需要你。下架不是任的立委徐小新，罢免徐小新就是罢免傅昆萁。台北市是强棍，不过罢免新北人为张志伦林德福的团体。不反讲，因2个人领处理无出席16号公办电视说明会，审议阁无要义选民。林德福批评讲，领衔人受分动员反背民主。人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敢回答？为什么你们不敢出席？宁可去公祭？那种人我不必跟他讲什么，因为我认为他一点理念都没有，跟他讲。罢免甲反罢免双边拢有无同的策略，见到人发起人赵少康被王宏美车队扫过，而最后决胜的关键就是投票率。有的时候呢，这个仇恨力量比爱还大。这个反对罢免的人呢，他就觉得说我支持人赢得很好啊，那现在叫他再去一次。他的意愿就未必会那么高了。If China takes Taiwan and breaks through the Pacific defense line, who will be next? 另外，台湾 Action 公民罢免影片计划，23推出选情最后的影片，导演朱思倩希望向国际发声，强调罢免绝对不是哪里的对决，是台湾代替世界站出来面对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扣台湾出口的商品偌济关税呢？即马是还未公布。前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正中线顶参加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办的座谈，表示讲台湾一开始就愿意配合美国，嘛强调讲台湾并不是美国产业的竞争对手。Taiwan from the beginning is taking very cooperative approach from president until the ministers. They all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no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some of the measures U.S. takes now, but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behind it.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balance between U.S. and some of its trading partners. 郑正中指出讲，咱附近的国家日本、韩国拢是互扣25%的关税，泰国阁扣到36%。虽然国内拢真紧张，尤其是台湾非常的依赖对外贸易。郑正中嘛分析讲，台湾伫加强转运管制等管制会当阁再加强。参加会议的前美国财政部的副助理部长塞瑟是认为，台美贸易谈判无一定有进度，伫8月初一进行会有结果。
再来看台北市两项工会决定讲，这礼拜两价是维持无变。也毋过南部市价的农民是表示讲，两价甲价条拢有受到风台的损伤哦。菜市甲果子拢起价咯，干那鸡卵无起，佮认为讲这是因为罢免要投票咯，所以才毋敢起价。也毋过农业部长陈俊贵是驳回讲无即款代志。台北市两项工会嘛指出讲，因为两价哦已经起6块咯，烦恼消费者无法度接受，一礼拜才暂时无要起价。透早来买鸡卵人是真济，两价连两起，一礼拜未起。三地价上每台斤28块5，批发价是39块。风台过后才起价，有民众感觉鸡卵比起来是较俗，毋过那两价阁继续起咧。如果说真的是不行的话，你不付成本的话，当然是还是要涨啊，一体两面呐。涨不涨我都不知道多少钱，看开就对。对啊，还是要吃啊。但那些风台后南部拢是在前，市价场也同款，部分鸡寮厝顶甚至拢掀起来，两价也损失1成左右。市价协会认为，菜市果子起遐尼济，这礼拜鸡卵煞免起，认为无合理，无法度反映生产成本。看农也是损伤也是很严重啊。从过年到现在，那个报价都偏低啊，还有涨的空间，不要让它涨。两价这礼拜维持未起，甚至有人质疑是政府为大罢免进行监督。农业部赶紧澄清，绝对无这代志。整个蛋价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的，政府不可能也做不到，就是能够随意的让任何的一个物价停止上涨。台北市两项工会解释，这礼拜鸡卵欠货无明显，也可能透过调度现象，确实是因为已经连起2摆，评估到消费者接受的程度，所以这礼拜未起，按过认为有缘会阁起价。这个可能也是要考虑到一下民众观感，你不能说一个起熊熊，但是我在讲说，当然我觉得还是对有涨价的空间，没有错。农业部评估，两价损失不到20万只，也未影响鸡卵生产产能。按过市价协会呼吁，市场还有落价空间，希望农业部协助争取，针对风灾和鸡寮受损，农业部用专项补助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的苏滨路昨有邻家厝火烧，有2个印尼移工不幸过往，其中查某移工有生7个月咯。敢是因为伊老有真侪电动奥多摆哦，拢会充电才会导火，爱个调查。火调人员翕相要查出导火原因，因为这栋位置宜兰苏澳镇苏滨路的民家厝昨发生火警，造成2名印尼籍移工罹难，其中1名查某移工也有生7个月，拢总夺走3条人命。细厝的印尼籍陈小姐向火调人员指出，导火亲像是伫1楼电动机车停的所在，现场有大量电动机车咧充电，感觉都是导火原因，也爱调查。经过附近居民表示，上早前有提供机车充电个收费。起火处可以很明确是在1楼，那至于哪个方位，我们要再进一步厘清。我之前怀疑说他是不是给我分租，因为我房子已经租给他，我总不可能说半夜闯来这里检查啊，我白天来是都没有看过的。厝头家也高调关心，表示厝原本要卖，唔知影细厝的陈小姐搁将厝分租出去。我看过1楼停满电动机车，拢有可能过，也毋过也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我们会联系相关的慈善团体来帮助不管是承租人或者是罹难的这2位印尼籍的这个外籍的劳工。我们行政单位的部分，我们看情形给予一些必要的补助。另外2名印尼籍死者，男性是合法移工，伫工业区工作。有新的女性是最近由家机关通报失联，目前无雇主，公部门会通知家属，鼓予因必要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针对教育部增加专业团体、各卫生福利部等单位去台苏台来了解学校目前的辅导机制，协助这个女子卡球抽血案的人本教育基金会是指出讲，学校唔但爱有受害者的支持系统，嘛应该爱针对学校文化，尤其是体育学院，好好来检讨。台苏台卡球队抽血案要来发展中，运动竞技下系的体育运动大楼。伫校内依然有真侪系上其他体育专长学生来训练。应该不会冲击到吧？感觉学校应该会把它处理好，这是那个对的。然后所以觉得还好。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简单的一点实验，
但是就是不会出东西。学生认为讲，温柔学院也毋经机械，未受到即件代志的冲击，相信校校会好好处理。啊，若伫咧社群平台，嘛用本校校友签名的发文，讲经机械毋是感受爱的所在，是爱认清现实的所在。该物件无一定拢互你感受温柔，啊，毋过每一项拢是生存用得着的。这些形塑过去传统的这种训练文化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辅导小组应该要检视的内容嘛？因为它整个妨碍了我们运动选手的身心发展嘛。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林本纪院长彭家良讲，辅导小组入去后，除了提供个别学生资源，包括检举迄个学生的处境，教授甲教练敢有意识思维甲带队方式，爱定学习同款重要。这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管理甲伦理的机会。参加辅导小组会议的台师大学生会讲，体育系伫会中提出相关的措施。把领导啊、管理这些内容纳进教练的培训里面，让教练可以学到一些替代行为，他就不会总是要用打骂的才能控制学生或管理学生这样。因为经济系第2日的教评会拢不爱透露决议的结果，引起外界不满。协助这个案件的立委陈培如讲，现阶段的重点毋是就教练敢有要改变，上重要是爱重视规个体制内，佫需要改革处理的迄寡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风台造成南部地区的电信的信号甲网络拢断去，甚至向电视嘛无法度看。业者是承诺讲7月底之前会全面来开好。司法部嘛已经在规划要来强化通讯的韧性。台南市风台甲南部算得较真厉害，部分地区的信号和网络断去，甚至有的电视嘛无法度看，互当地居民真恶接受外界消息。电信业者回应讲，目前已经派人力加强，上近7月底就当全面恢复在前的信号。另外，电视业者嘛讲，电视信号的线路需要配合在后的重建，已经加派卡手，希望量早恢复。来看哪一些这个基地的涵盖情况，会做所有这种叫做评改优化的工作。我们定目标7月底能够完全维护这个整个用户的通信的品质。因为它的断感、微感需要清理，所以它会把全部的缆线收掉。所以这3区呢，我们不是抢修，而是要重建。好，那重建的过程，我也紧急加派人力。国家通讯团部委员会表示，目前信号也无改好的原因，和目前建设的是临时的基地台有关系，已经有派行动基地车去支援，也毋过目前车的数量无够，未来和各单位参详，敢通增加数量。另外，司法部表示，经过这届风灾，显示台湾应变的能力也无够，亲像提供卫星信号的基地车，敢若20多台，未来嘛继续增加基地车的数量。卫星中继台都散出去的都还不够，那我们也已经开始盘点，就是说今年的预算跟未来再后复原的预算，可以优先让 NCC 现在管的这100多台通讯车都先把支架装好。司法部嘛指出，目前已经和各业者咧参详通讯的基地台会使共用，嘛开始安排未来预算，希望会使全面加强通讯的系统。灾害若是过来，才袂造成通讯中断的状况，互民众会使安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云林县的农村因为人口老化，欠工是真严重，平常时至少就欠超过3000个工。云林县政府第2日要办就业博览会，嘛头一届各乡镇的农会做伙，按算要来提供190个有取得专业技术性证照农务师的课。伫这块大树的前后，拄好是离奇稻仔要播产的时阵，云林的农民正无闲。虽然即马播产大部分拢是用机器，不过一寡工课也是爱人工。你要一时一刻就较可能，无可能啊，但嘛是爱切太艰苦咧，对不对？像你若讲工作4小时，然后无就加班电话钟啊，那天气允许啦，无冻热安尼啊。云林县是农业大县，不过即马人口老化，少年人拢出外打拼，造成县内农业常态性欠工数是到3000人以上。所以县府7月2日的就业博览会召开2000个课，包括各乡镇农会要找190位农务师。那这些相关的一个农务师的工作，目前的薪资是以时薪来计算，每工作1小时的话，基本工资是190元，那再加上农业部补助的50元，所以时薪的话是240元。那相关的农务师每天工作的时候，还有交通津贴50元。
云林县政府罗清楚讲，农务的工作虽然真辛苦，不过农务司基本薪水比一般的服务业薪水较悬。民众若想要找头路，除了到就北会农务司专区登记，会当直接去农会问，若面试通过就当随媒合上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哦，一年大约450个囡仔因为本地家庭出问题，需要安置，只有1/4会当送去寄养家庭，大部分囡仔拢成点伫安置的结果。桃园市政府哦，为着要鼓励愈多寄养家庭加入，嘛宣布讲会过来增加寄养家庭的福利甲补助。52岁退伍军人高文田和太太陪囡仔咧耍牌，102年加入寄养家庭，担任寄养爸母12档啊。太太嘛才拄啊按国小老师退休。以早高文田是寄养家庭内底真罕见的查甫的主要照顾者，厝内2个寄养囡仔生活中的特别弟弟，拢伊一手包办。每个孩子的背景创伤跟他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必须要用比较细致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啊。同期每年大约有450个儿童和少年，因原生家庭不当对待，也是严重疏远，需要安置。不过大部分拢安置伫机构，敢若7/4安置伫寄养家庭，就希望增加福利，会当鼓励更加多寄养家庭参加。桃园市目前仅有88户的寄养家庭，桃园寄养福利再升级，故3岁以下幼儿月领最高5000元。针对寄养家庭，桃园的福利加度，除了新增加3节奖金，1年6000块，照顾2个以下幼囡仔每个月增加补助5000块，2个到3个增加2000块，嘛增加休喘的服务时间，照顾一般儿少1个月24点钟。另外，照顾特殊儿少是加度1个月48点钟，希望有更加多寄养家庭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甲日本已经达成大规模的贸易协定。日本是要个投资美国5500亿的美金。美国针对日本要扣15%的对等关税。日本的谈判代表就伫社群媒体表示讲，任务完成了。另外，美国嘛已经教菲律宾来达成协议，要扣19%的关税。菲律宾甲印尼对美国进口的全端关税是无要扣关税。美国甲中国的第3轮的谈判，后礼拜嘛会伫瑞士举行。美国甲日本的关税谈判有结果，美国将日本进口的商品扣15%的对等关税。日本同意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金，美国会未来得到90%的利润。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日伫社群媒体宣布，表示已经甲日本达成一项，可以讲是可能史上上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协议。日本首相就泡沫23对记者表示，安怎看待这个谈判结果，要等详细确认谈判甲协议的细节了后才去讲。另外，川普第2日伫北京接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President Trump, share your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We love them. Can you get a trade deal done? And we respect their leader greatly. This is their leader. Thank you. He's very tough for negotiating, but that's okay. President Marcos, think we'll get a deal done today, sir? I think we will. 比开了后，伫北京办公室会谈，会后川普宣布双方完成一项贸易协议，包含对菲律宾输美商品扣19%关税，美国出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会付零关税待遇。再去大文阁表示，甲印尼正式达成贸易协议，印尼取消因99%的关税比率用零关税，印尼收访美国所付的产品会付19%的关税。也佫有伫甲小马可仕会面内底，川普也证实无偌久到美中元首的会面。President Xi has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we'll probably be doing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甲中国的关税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表示，会伫1月至9日甲中国财政部长兰佛安伫瑞典斯德哥尔摩讨论延长原本8月12到期的关税交换期。这是美中之间的第3摆经贸居然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北半球的温度搁继续在升悬哦，尤其是南欧特别烧热，希腊甲巴尔干半岛拢热到40度。希腊的观光区卫城早就先关起来5点钟哦。伫巴尔干半岛户外做事的工人嘛拢先休困，观光客嘛拢先去附近哦找所在来休凉。
4日日头正晚，伫雅典国会大楼头前的示威全副武装，徛甲规身躯干，挨边仔人斗相共切干。第3摆遭到热动，气温卡袂着到40度，互来到遮观光的游客也感觉是挡袂牢，较紧找迎接日头的所在。So it's been a little tough so far. Been in the heat, not the greatest feeling ever. I didn't really plan for this, didn't really know there was a heat wave happening. We had to wake up at 5 o'clock, start our traveling early. We visited all the beautiful seasides here. Lots of water, lots of ice cream, and sunscreen. 上受欢迎的古迹景点卫城，日日场内拢无人，原因是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所以连续2日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时关起来。另外，巴尔干半岛最近已经遭受第3摆热浪，观光景点因为伤过热影响游客。当然，伫外口的工作者也用要白天白当。劳动部指出，伫雅典甲其他的所在，包含快送员、外送员甲建筑工人在内劳工，要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停工作，因为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有严重健康问题劳工也被建议婉拒工作，避免热衰竭。伫蒙地内哥罗的考古遗址，专家也感觉是热甲真艰苦。Летно време е малку потешко затоа ш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но на прашината имаме и високи температури, некогаш и плюс 40 како што е денеска. 伫意大利南部摇热浪，西西里岛居民甲观光客想尽办法，有的比伫阴影之下啉水，不少人也咧替雨伞，或者是提出小型的电风。顶礼拜发表研究指出，为自2014年7月以来，因为野火摧毁食物。雅典周边部分地区的土表面温度超悬10度，这热浪按算会登湖，不过民众爱准备，甲这么热的天气长期抗战。公视新闻郑淑芬报道。美国伫2天前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也毋过昨川普政府又个宣布讲要退出咯。川普是认为讲美国参加这个组织对国家的利益无啥帮助，嘛批评讲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的言论。伫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教科文组织表示，因那的始作甲多边主义的精神相违背，也早就传好美国有可能退出，就着结构性改革甲多元资金，避免对债务的影响。She said she deeply regretted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once again from the organization she leads. She added that in the past years, UNESCO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take action wherever the agency's mission could contribute to peace. 这是川普第2任期阁提出退出，北京的讲法甲川普第1任期同款，认为美国参加无符合国家的利益。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的言论。川普今年就任签几多份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就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90天的审查。教科文组织中庭规定要提前1年通知，这边退出将会伫2026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美国退出对这个组织正有名的世界遗产保护计划造成正大影响。进前自确定泰姬玛哈陵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等重要地标建筑物的保护，也推动全球性教育加科学的发展。川普第1个任期2017年指控教科文组织有反以色列偏见、债务管理问题，需要重大改革等理由，宣布要退出。2018年年底正式生效，将这观察员不是成员。这边个退出是因为中俄总统拜登2023年重新个参加。当阵伊的理由是会当帮助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昨下晡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4段的车路出现一个长大约1.5公尺、深2公尺的大坑哦。因为伫在金华城工地附近，有民众就怀疑讲，甲金华城的施工有关系。目前这个坑是已经补起来了，卖过来找出凹坑的原因。这条路来来回回车真多，因过路中煞凹一坑，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随采三角锥提醒过路的车随边仔过，惊讲愈凹愈大坑。日下昼5点外，晚下班时间，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4段路中突然间凹一坑，长1公尺半、2公尺7的坑。里边都是金华城建立的基地。这个建案应该没关系，因为它原来的地下室就已经是地下7层，那也没有打掉的，就是稳定的，所以也并不是因为它的连续壁施工影响道路的这个部分。
虽然这个坑无愈来愈大坑，不过民众质疑是毋是甲建案有关系，相关单位也伫咧担心，讲是毋是有可能因为管线老造成。在整个掏空的区域里面，有污水管以及自来水管的一个存在，后续会针对这些渗漏的一个管线的区位进行开挖，去确认渗漏源之后，去做到完整的一个土壤的整个流失的一个抑制。要啊，乌开看，管线无破无漏。监管处讲，即马上新的工地监测资料拢伫咧安全范围内，已经派人灌浆，先将这坑吞好边。不过为什么突然间立一坑，也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武分局大华社警察伫今仔透早看到一台轿车冲红灯，嫌犯佮拒绝临检绕跑，警方一路掠，嫌犯去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嘛造成附近455户失电要1点钟哦。警方是表示讲，车顶有3个人，2个是未成年，驾驶敢若15岁尔尔。车顶佮有超着毒品，嘛已经验掉了，看敢是食毒赛车。前方车辆立刻靠边停车受检。林武分局大华所警员一路放送开警报器、起喇叭，要求嫌犯停车受检。因为嫌犯伫建工路冲红灯，警方查车唔停，一路就来到定清路车，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加在人就有轻伤。趴下！趴着！车上几个人？还有没有人？没有，几个？3个。车顶拢总有3个查甫人，其中2个是未成年的学生囡仔，赛车驾驶敢若15岁。警方当时也找到2级毒品、僵尸混蛋、还有K他命甲加皮包。因为嫌犯无照驾驶、拒检逃走，佮沿路冲红灯等等。警方除了依法罚相关126000块以外，也对嫌犯验尿，厘清是毋是有吸毒赛车情形。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检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针对无照驾驶、危险驾驶、拒检逃逸、故意好自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自单举发。汽车上带电的变电箱拢甲庆烟损灯，也造成附近肇庆区甲凤山区有部分的路段大约455户失电。带电紧急处理，大约1点钟左右陆续复电。伫凤山区冰山街开早顿店的头家讲，才拄要开门做生意就跳电，好佳在无啥影响到。恁开始做生意啊？拄要开门的。有影响到恁无啊？无啦，那很早，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受影响用户有455户，经加派人力进行抢修，暂时先隔离事故区域，转供电源，于5时55分与全部完成复电。因为早起已经将事故车辆先调离开现场，台电表示已经派人在进行设备抢修，因为有对别的线路先送电，因此未影响到民众的用电需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台中市有民众指控讲，昨暗伫北屯区海天桥林行道底散步的时伊去踢到一支电火条，吊伤天11针哦。因为当地正在进行美化的改善工程，有民众就质疑讲，市政府有疏失。也毋过建设局是否认，讲这是因施工的废料，嘛已经报案处理了。陈小姐怪正今日记者会现场，伊出面控诉2日暗伫台中市北屯区尚德公路一段的海天桥林行道散步时，踢到一支乌白弹的路顶，现场无任何警示标志，造成伊正脚推倒受伤，天11针。走路走一走，路上突然来了一个那个路灯的那个杆子，而且我就撞到他，流血啊，缝了11针。当下我心里想说，万一如果是老人跟小孩，看要怎么办？等到事发地点，当地当咧做台中市府和客户化甲桥梁景观美化改善工程。工程单位23早起伫林行道去黄塑甲笋，海边将受伤的路顶已经无看。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协助了后随到现场勘查，初步判定毋是建设局工程的路顶交通副局顶料件，已经将路顶扫走，避免有民众受伤，佮报警查办，赔偿责任归属。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勘查。初步研判非属本局工程料件，为避免再有民众受伤，已立即将杆件移置，同时也报警查办，持续厘清来源及责任归属。这支野树的路顶，和市府刷到事发地点附近工区的路边，经过媒体翕了后，是由建设局工程包厢载走。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若确认这个物料是工程废弃物，行为人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罚6000的罚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看新竹县的中正国小，最近第时间吊车驶经过篮球场，涂骹雪向向落入去，加在是歇热，无学生伫学校，即马是经城管暗门涂给报起来。教育局表示讲，会个利用雷达来详细检查也毋过有议员是建议讲，应该专门挖起来定坡。吊车链啊，踏入去坑内底，即坑是伫咧学校内底。因为新竹县中正国小趁歇热来做厝顶的排水工程，完工了，吊车准备要走，经过篮球场的时，涂骹向向踢一个大窟窿落去，加在无人受伤，管府也赶紧派人抢修。你会不会担心小朋友在学校安全啊？会啊。怎么样？那边也是很安全，我看那都是上面的那个都是那个很软的。学校正进行天沟改善工程。那改善完成后，吊车要驶离，就陷入了那个下陷处。尽速将下陷处予以警示围篱，并紧急处理后续的那个下陷的改善范围。那学校也另提出篮球改善的计划。有新竹议员讲，去年学校做整建工程的时阵，就捌污处建筑废弃物，后来甲教育局提出篮球场整建计划。想要到计划还未通过，就出问题啊！议员就呼吁县府得要重视校园安全。操场，它在去年进行整修工程的时候呢，也就发现了，就是说有相关的废弃物堆填的一个状况。为了学生的安全呢，应该要进行全面的开挖工作，那么来保障学生的权益，同时呢，也要进行整个这个地基的检测。教育局指出，目前是城管暗门图紧急抢修，后续会调出相关资料，找厂商找出原因，也检测其他有疑虑的所在，确保师生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屏东满洲乡的海边啊，昨有一个57岁对新竹来姓张的查甫人，其家流水生水，结果海洋更早失踪今仔是个继续在找人。海巡署嘛提醒讲，这几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南部海的风景是真无稳定，所以生水都要特别细腻。救援人员驶着手灵船伫海面来回敲吹，海巡人员嘛伫海岸一边行一边注意海上状况。这是屏东满洲乡加落水，昨日下晡，一名57岁姓张的查甫人到港口溪耍水，伊想要搁较挖进海口捡石头，煞无注意，互海涌夹去。张太太伫岸边一直等无红晒，随敲电话报案。消防局紧急出动6台车、2只船、1台无人机，总共11个人去现场救援，毋过拢找无人。救援行动23透早8点继续，消防人员嘛骑水用乌托邦斗找，到中昼也是找无着人。根据了解，这名姓张的查甫人是新竹一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要带厝内的人到垦丁佚佗，结果发生意外。一名男性民众于屏东县满洲乡嘉乐水港口溪出海口处，因戏水未安浪况遭浪卷走，天后潮汐及浪况不佳时，请远离岸际，以为自身安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港口溪出海口的风影，这2天悬度拢有超过1公尺，因有插红旗管制，禁止民众落去海里耍水。海巡署嘛提醒，这阵仔南部海域受到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风影较无稳定，天气变化足紧的，若要到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七堵盐埕连续2天拢积水，市道176线才第4合家，佮因为台南市风台造成西寮的布环破坑，这几天佮有大涝，所以海水倒击是真严重这里讲嘛叫派卡手甲抗刷包路来应用，嘛按算讲2礼拜内会甲盐埕附近的道路吞较悬的。水地最参路面变悬，期期开始大涝，地处台南市个盐埕内底，市道176才出现淹水，水深到半个脸啊悬，车要驶入去根本就无法度。这摆淹水唔但因为大涝，主要嘛因为台南市风台时，西寮一带布环有破坑，损害甲真严重，加上大涝排水，海水倒灌。造成半仔寮海水倒灌入去盐埕里，附近居民拢心惊惊，拢烦恼像顶日啊徛街，大家拢做水灾。水灾过，大家拢规个拢高兴的啊！你看看破棚啊，拢拍去啊！即摆如果惊水灾意外，规村个人拢爱走。叫啊淹起来就爱去处理啊，无要淹起来吼，这到处就淹下面，然后
所以刚才环路啊。 烦恼啊，煞袂。水利局讲，风台过后，因已经有派人赶紧去完成医护补发补强，保证7号176市道受雨轮流失，造成地势较低会出现淹水。现场已经出动人工甲机械，嘛咧贴沙地啊，因按算2礼拜会完成现有的盐埕道路加灌工程，通港嘅附近社区搁做大水风险。经评估积水尚未影响社区，黄伟哲市长要求水利局立即筑起第2道防线，将于今日持续针对盐田土堤运土加高。这摆大楼对22到27连续6天，加上低气压影响，天气不稳定。那台南、屏东、东港、东定里屏障因搁较悬，就算即阵管区参相关单位有刷动式的抽水机进驻，不过由于是淹水，一直到透早7点外才退。这几天乡亲得特别细腻。记者上柯斌哲台南、屏东采访报道。 再来看台南市的溪北地区哦，即嘛是各有12000户的厝受到损害。市政府嘛说3个服务中心要来方便灾民申请租金的补贴、甲税厝的咨询。针对慰问金补助嘛简化流程哦，只需要申请书、甲损害的相片、佮银行的假金簿啊，就会当申请咯。 台南溪北地区洪灾过了，电来啊，民众开始整理家园，掩故真侪厝损害，无法度继续住，因为大部分拢是许多人住的。要申请房屋财损的补助，或者是农产补助，唔知安怎写申请单，证件也传无够。真侪许多人拢希望政府会当放定加简化规定。 超过30平就是伊10万嘛，超过6平就是5万嘛，嘿安尼，我哋用安尼较简单的甲因互因看，因我就真的不知道。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台南市政府已经要求各局处的人员到每一个区公所成立联合服务中心，或者是直接到每一个里去接受申请。逐工拢会检讨接受申请的流程，随时做调整。 只要带着身份证、存折影本，还有污损的照片，填好了申请书以及领据，也就可以申办了。那市长黄伟哲呢，要求一切要以便民为主。市府的相关的局处，像财税局或者是户政事务所，也会来帮忙调资料。那农损的部分呢，也请出了农会来进行协助，尽量的来弹性因应。 除了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都发局也伫咧7个区公所、满岛专门市政环境园区、深夜办公室设点，协助符合资格受灾户申请租金补贴，每一户1个月会当领2000到4000块，依照受灾证明会当搁再加1.2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花莲大地震了后，德鲁库国家公园台北线天祥到德鲁库口，目前是阁有条件来开放哦。县政府嘛专工邀请旅行业者实际来了解，嘛讨论讲看要安怎来推设观光，那么做伙来看卖。 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塔比多步道，因看到天祥美景，暗过者伫个0403大地震了后，观光受严重冲击。台北线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路是路苍苍，有名景点山岳川，阁是和大石头拢拢海去。三月村的部分是请那个国土署，就是以前的营建署，国土署的北工处会帮忙我们哈，还有长春市的部分也有。 为了解太鲁阁国家公园的中期情形，花莲县政府特别邀请旅行业者组成观光搭线团，去天祥太鲁阁口顶重要景点，希望透过实地勘察来探讨中期了后安怎去开放。 太鲁阁开放到哪里？有哪些的步道是可以由我们的游客可以自行去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大家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各种的管道跟大家来去做说明宣传。除了了解景点开放进度以外，也针对岛南设施安全动线，希望旅行业者到3港评估。 觉得这里是真的可以进来，只是我们会受限在管制的时间内。假设你是早上要8点之前进来，那或者你就玩半天，那我觉得这里的半日游是很可以被推的。导游甲旅客是建议，地震了后爱互大家重新熟悉太鲁阁，应该结合在地部落文化甲自然景观，推出特有的行程设计。暗过前提也是观察安全性，若无也是无法度吸引游客。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北海猪的数量是剩无到50只。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办北海猪的观察课程要来培训志工，利用千里镜甲无人机记录台湾北海猪，望讲进一步会当来了解北海猪数量的变化甲特性。 一群人伫中滨工业区的山西水道边，摕千里镜观察到北海猪的影子。
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合作举办北海猪陆地观察的课程，除了要互民众知影北海猪保育的困境，嘛要培训北海猪的观察技工。伫上课时阵就有讲到，迄北海猪即马拄到迄开花的问题，所以就来遮看卖因即马的现况是安怎。是希望把白海豚现在遇到的困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在岸边做入关，进行入关。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当作是入关的志工。主办单位指出，目前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剩无50只，海上风电开发的噪音加干扰对北海猪的生态有真大威胁。这届课程有安排陆地观察甲无人机教学，要来观察北海猪的品性甲数量的变化。有诶几啊只可能伫海面下骹咱看袂到，啊若无人机飞出来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记录伫海面骹佫有几只，啊咱家翕起来，咱嘛知讲伊的行为是啥物。希望了解咱北海猪的生态的特性跟是不是受到周遭开发的影响，所以咱来做这安尼记录，来互开发单位甲政府知影讲，咱的开发行为爱安怎受到限制。保育团体表示，过去的观察记录都捌发现风电业者的时光船干扰到北海猪，或者是时光的飘线浮球影响北海猪的活动范围。透过观测，会当了解工业开发甲环境变化对北海猪的影响，这拢是真重要的保育参考资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迄落各县市拢有办台语的营队，彰化市文化基金会就办一个5天的营队哦。望讲囡仔透过连续5天，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加正丰富的台语课程，来培养出囡仔台语的基础加兴趣。那么做伙来看卖。金牛、臭鹿、伫台顶教囡仔12星座的台语要安怎讲？老师问问题，囡仔拢积极抓手要回答。不过若要求囡仔用台语回答，可能就无法度像华语遮尔练到。老师希望透过鼓励，互囡仔开喙讲台语。你会讲台语？你会讲台语啊？我讲台语时会讲较慢，爱想较久。但我讲国语的时候可以讲很快。我在这课学到了那个星座怎么念，处女座，然后下手座，然后摩羯座。彰化市文化基金会伫台北有举办台语营队，今年已经是第2档举办，活动拢总有5天。基金会甲内湖的立山国中借场地，真侪老师拢替家己的囡仔报名，也有老师因为后学期爱开始教台语课，所以嘛专工来听课。这学校有一寡老师因为因后学期要开始教台语啊。因可能头一届接上，因可能嘛唔知讲要安怎教，啊想讲阮遮有一个营队吼，有一个营队伊会当过来，然后个看嘛讲阮安怎交小朋友来做一寡互动安尼。台语营队用音乐、游戏、广告的方式，互囡仔有讲台语的环境。伫咧湘北、基南和台中等拢有办营队。营队老师讲，有的囡仔甚至听无台语，不过这就是学正台语的过程，需要用耐心，豆豆啊，甲咱的母语捡回来。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1960年代南投埔里的青菜产业占全国的8成是真兴，也毋过后来相关的产业拢落起咯。当地修一个龙南青菜博物馆完整来保存制作的过程，民众嘛通体验。这个青菜的产业技术，南投县政府第2册嘛已经公告登录做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咯。这青菜已经第6代76岁博物馆的馆长齐义富甲伊后生齐林良嘛登录做技术文化的保存者。用布来过滤青菜，早期青菜定用伫碗盘、家具等等来保护甲装饰。齐金良是南投埔里镇天真菜产业第6代继承人，伊的老爸齐玉富伫1996年成立龙南天真菜博物馆，是全台湾唯一他互民众认捌天真菜产业完整流程的所在。希望说能够真正传承了，因为台湾的这个漆呢，虽然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埔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透过这个漆啦，那世界很多都知道这个埔里呀。比如说做成透明漆或黑漆之后，然后直接拿来做漆艺，我们这个是整个前半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960年代，玻璃的天然漆产量上无占全国8成，后来因为予化学漆取代，和复杂的社会因素，产业豆豆行路行，为着保留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南投县政府甲台湾天然漆产业技术公告登录做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嘛认定饲甲白仔囝是技术文化保存者。伫户外教学的部分吼，不管是伫在咱的这个龙南的这个天然生漆博物馆遮吼，来做一个 DIY 来做一个认识，嘛会再来邀请咱天然的这个生漆的博物馆，因吼会当去学校吼做宣导。玻璃顶公所表示，望透过文化和技术的保存，未来有愈侪人愿意来学习这项技术，和台湾天然漆的技术文化会当继续流传。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